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呢位主角，佢可以話係香港娛樂圈其中一個最傳奇，亦都係最有爭議嘅人物。佢身高唔夠1米6，聲線沙啞兼其貌不揚，但偏偏呢個周身缺點嘅矮仔，就由一個喺片場幫女明星做替身嘅人肉沙包，到後來成為香港電影金像獎嘅影帝，最後更加坐上 TVB 總經理呢個位置。不過呢個人嘅成功背後就一直充滿各種爭議。咁佢究竟係點樣憑住自己嘅努力同埋人脈，可以喺娛樂圈呢個大染缸入面浮浮沉沉超過半個世紀呢？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Z 檔案，我係伍 Sir。今日為大家帶嚟嘅故事就係矮仔嘅權力遊戲，操控者崛起之謎。今集我哋要講嘅主角就係曾志偉，佢喺1953年4月14號喺香港出世。佢老豆曾啟榮係警隊中人，同當年5億探長呂樂嗰個圈子關係密切。佢老豆喺警隊入面做到軍裝警署警長，而呢個職位喺當年嘅華人警員當中已經算係好高級。佢唔止做警察，仲係警察足球隊嘅教練。所以曾志偉喺3歲開始就跟住老豆去球場踢波。雖然佢長大之後一直都係維持5尺2寸嘅絕對高度，但係由於佢細個就跟住老豆踢波，所以就練就咗一身好腳法。佢16歲嗰年入選香港青年代表隊，去韓國參加亞洲青年賽，喺國際賽場上嶄露頭角。所以對曾志偉嚟講，球場就係佢第一個證明自己嘅地方。佢老豆經常幫個仔揾波友陪佢踢波，所以後來同佢喺球場結緣，一路做咗幾十年老友嘅其中一個人就係譚詠麟啦。嗰陣邊個諗到呢兩個喺球場上追波嘅後生仔，幾十年之後，一個做咗譚校長，一個就做咗香港娛樂圈嘅掌門人。查實曾志偉跟老豆去球場學到嘅唔止係踢波，而係好似電影橋段入面嘅嗰套規矩咁樣。因為踢一場波可以識到人，食一餐飯可以傾得成生意，講一句俾面我可以解決好多問題。而喺嗰個年代，好多圈子其實都係同一張人情網，而曾志偉就係喺呢張人情網入面長大。所以佢後嚟喺娛樂圈嘅種種手段，相信好多都係由呢度學翻嚟嘅。正當一切都順風順水嘅時候，點知佢嘅人生就迎嚟一個巨大嘅逆轉。喺1974年，港督麥理浩正式成立廉政公署，全力打擊警隊貪污嘅問題。當時4大探長聞風先遁，之後同佢哋有關嘅人亦逐一被調查。所以去到1975年，廉署就告曾啟榮貪污，最終曾啟榮認罪，並自願將貪污得翻嚟市值約40萬港幣嘅珠寶交還翻俾政府。而法官見佢肯退莊，於是就輕判佢入獄1年，緩刑1年。但後來律政司不服，提出上訴重審。而就喺等候復審期間，曾啟榮選擇咗潛逃去台灣。於是廉署亦正式向佢發出通緝令。從此之後，曾啟榮就再冇翻過香港，直到2011年喺台灣病逝。而嗰年20出頭嘅曾志偉就一夜之間由警長個仔變成咗通緝犯個仔。以前人哋會因為佢老豆而俾翻幾分薄面俾佢，而家佢老豆着草走佬，咁理所當然所有人都同佢即刻割席，對佢避之則吉。以前曾啟榮個仔呢5個字就係通行證，但而家呢5個字就變成一個罪名，搞到佢抬唔起頭做人。而冇咗老豆呢個靠山，曾志偉就要馬死落地行。呢種由天堂跌落地獄嘅滋味唔係人人頂得住，但曾志偉冇怨天尤人，而佢喺嗰一刻開始學識咗一個道理，就係一個人要企得穩，就一定要有自己嘅人脈同埋權力。查實喺老豆出事之前，曾志偉已經試過靠足球去揾出路，只不過踢波嘅收入既唔穩定，亦都睇唔到有幾大前途。而就喺呢個時候，佢就透過洪金寶接觸到電影圈，所以既然球員呢條路行唔通，佢就唯有放低個波，轉身走入片場，由最辛苦最底層嘅龍虎武師做起。曾志偉初入電影圈嗰陣做嘅就係龍虎武師。龍虎武師個名雖然好聽，但講白啲其實就係做人形沙包。因為曾志偉得5尺2寸高，體重50公斤左右，佢最啱做嘅當然就係做女演員嘅替身。佢自己都曾經講過，由於佢夠晒細粒，如果戴埋假髮嘅話，驟眼望落去就同女仔一模一樣。所以好多時鏡頭前面係女主角被追打、被推跌，但鏡頭一轉，真正拳到肉，被打到碌喺地下嘅嗰個，可能就係戴住假髮嘅曾志偉。嗰個時候冇人會記得佢個名，冇人會關心佢痛唔痛。喺拍完收工之後，頂多有人講句：喂，矮仔，頭先嗰下跌得幾好喎。而呢種揾命搏嘅日子，曾志偉做咗3年。做耐咗之後，佢開始明白，單靠做龍虎武師捱落去，始終唔係長遠之計。所以喺一次機緣巧合之下，佢遇到麥嘉。而麥嘉當時已經係編劇，佢話曾志偉講嘢就好似講緊古仔咁樣，
覺得佢有做編劇嘅潛質，於是後來佢就由武轉文，由助理編劇做起。初初加入幕後嗰陣，佢只係一個冇名氣嘅新人，所以冇乜人俾機會佢，收入亦都唔穩定。而為咗喺電影圈企穩陣腳，於是佢乜都去學，由編劇到剪接，由場記到製片，總之片場入面嘅崗位，佢幾乎全部都做勻晒。佢嘅呢個轉變好重要，因為以前佢係用副計去揾食，做一次替身收一次錢，但係受傷就要自己負責。但做咗幕後之後，佢開始發現，原來娛樂圈真正值錢嘅唔係你有幾捱得打，而係你個腦有冇橋。因為你度到一個笑位，就可以令全場觀眾拍爛手掌。你諗到好嘅橋段，就可以令普通嘅戲變成賣座電影。由嗰刻開始，曾志偉唔再只係片場入面嗰個細細粒嘅替身，而係慢慢變成一個識得製造笑聲嘅幕後創作人。就係憑住呢種肯學肯做嘅態度，曾志偉終於揾到一條真正適合自己嘅路。佢亦都由一個冇人睇得起嘅矮仔替身，慢慢升做導演。表面上佢係乜都肯學，但實際上佢係一路學緊點樣睇人，點樣把握機會，再將自己一步一步推上去。之但係真正令佢一炮而紅嘅機會仲未出現。去到70年代尾，香港電影市場主要由邵氏同嘉禾兩間大公司主導，而麥嘉、石天同黃百鳴幾個電影人，佢哋唔想再跟住大公司嗰套模式去行，於是先成立奮鬥影業，嘗試拍一啲節奏更快、更加貼近香港人口味嘅電影。後嚟佢哋得到金公主院線嘅支持，去到1980年，奮鬥影業正式改名成為新藝城。公司成立之後，徐克、施南生、泰迪羅賓同曾志偉亦陸續加入創作班底，連同麥嘉、石天同黃百鳴呢7個人後來就被外界稱為新藝城七怪。而新藝城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一班人圍埋一齊諗計，有人睇故事，有人諗笑位，有人控制成本。而曾志偉最擅長嘅就係加入一啲市井又鬼馬嘅橋段，令到成套戲更加貼近香港觀眾嘅口味。嗰個年代嘅香港電影最犀利就係快，就即係社會快，觀眾口味變得快，戲院上落畫更加快。而新藝城就係捉到呢種節奏，將動作笑片、一眾明星同埋都市感全部炒埋一碟。曾志偉喺入面未必係最搶眼嗰個，但成套戲少咗佢又好似唔夠味道咁樣。佢比較特別嘅地方就係好識得捉住觀眾嘅反應，將街頭智慧放入去電影當中，因為佢知道邊個位要快，邊個位要癲，邊個位要突然爆一個笑位。1982年，曾志偉執導嘅最佳拍檔，票房高達2700萬，打破咗當時香港電影票房紀錄，亦都係香港電影史上第一次有港產片突破2000萬票房。喺嗰個年代，2000幾萬票房已經係震撼全港嘅數字，所以一個做女替身出道嘅矮仔，就憑住呢套戲正式打響名堂。但佢嘅成功從來都唔係淨係靠才華，其實可能佢最叻嘅係識得喺一班強人之間揾到自己嘅位置，知道點樣可以同唔同嘅人合作，然後再將每一次合作同每一個機會慢慢變成自己向上爬嘅籌碼。最佳拍檔證明咗佢識拍一套觀眾肯俾錢入場睇嘅戲。之但係雖然導演凳坐得穩，但就唔代表觀眾已經當佢係真正嘅演員。嗰陣觀眾見到曾志偉，仍然只會將佢當成一個搞笑藝人。大家記得嘅係佢鬼馬識得搞氣氛，但未必有人真係將佢當成一個有演技嘅演員。咁呢個靠搞笑打響名堂嘅矮仔，究竟幾時先可以令人收起笑聲，認認真真咁望住佢呢？雖然曾志偉當時已經喺電影圈打響名堂，但觀眾對佢嘅印象始終離唔開搞笑、鬼馬同俾人整蠱。佢個女曾寶儀曾經問過佢一句說話：你幾時先可以好似周潤發咁樣攞翻個影帝翻嚟呢？曾志偉聽完之後冇出聲，但呢句說話一直放喺心入面。去到1991年，佢接拍《雙城故事》，佢喺呢套戲入面一改以往嘅搞笑形象，出演一個痴情自卑、命運坎坷嘅男人。而到咗1992年，佢就憑住呢個角色，連贏咗當時同場競逐影帝嘅周潤發、呂良偉、周星馳同埋劉德華，最終成為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。呢個影帝嘅殊榮，正式打破咗大家對曾志偉只係搞笑藝人嘅固有印象。其實喺拍電影嘅同時，曾志偉亦都一路向電視圈發展。1990年，亞視揾佢同林敏聰拍檔主持搞笑節目《開心主流派》。喺呢一刻，佢嘅綜藝潛力開始慢慢浮現。2年後 ，TVB 正式向佢招手。佢過檔之後，除咗主持娛樂反斗星，仲開始擔任香港小姐競選、10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同香港電影金像獎等大型節目嘅司儀。之後就慢慢成為 TVB 其中一個最有份量嘅主持。去到1995年 ，TVB 為佢度身訂造獎門人系列，而且呢個節目開播至今前後橫跨30年，成為幾代香港人嘅集體回憶。俾獎金、送8萬當係碎銀，
打和 Super 呢啲口號有邊個香港人未聽過呢？曾志偉自己都講過，邊有人做一個節目做30年？曾志偉就連揀拍檔都有自己嘅一套準則，好似之前嘅錢嘉樂同埋後來嘅王祖藍咁樣，就係因為佢哋口才好，仲會識得睇場合，知道幾時要推高氣氛，幾時又要幫手打完場，要符合呢啲條件先至被曾志偉睇中做長老。換句說話講，曾志偉要揾嘅唔止係主持拍檔咁簡單，而係一班跟得上佢節奏，識得幫佢起哄，亦肯陪住佢將遊戲玩大嘅人。掌門人最吸引觀眾嘅地方，唔係啲遊戲有幾高成本，而係曾志偉識得將一班平時高高在上嘅明星逐個拉落神台。無論你係歌星定係演員，就算名氣有幾大都好，當佢哋上到節目入面，一樣要食芥辣，一樣要俾人整蠱，甚至要喺全香港觀眾面前出醜。而曾志偉就企喺中間笑住主持大局，邊個可以玩得盡啲，邊個要收一收，邊個俾人整蠱完之後要俾翻個下台階俾佢，呢啲節奏全部由佢控制。表面睇呢啲只係節目效果，但再睇深一層，其實亦都反映咗曾志偉當時喺娛樂圈嘅地位。因為上掌門人對藝人嚟講，一來既可以宣傳新歌新戲，二來亦都可以增加曝光率。之但係上得呢個節目就預咗要俾人玩，所以就算被整蠱到幾咁尷尬都好，佢哋喺面對鏡頭同現場觀眾嘅時候，好多時都只可以笑住死頂落去。而喺 TVB 企穩金牌主持位置之後，曾志偉亦都冇放低電影。1997年，佢憑電影《甜蜜蜜》入面飾演嘅炮哥一角，再攞埋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，因此亦都證明佢除咗識得搞笑之外，演一啲重感情有江湖味嘅角色，同樣有說服力。由一個做女替身嘅龍虎武師，到後來奪得影帝同埋最佳男配角嘅獎項，之後再成為全香港最出名嘅綜藝主持之一，呢條路曾志偉行咗超過20年。去到2013年曾志偉60大壽嗰年，佢喺娛樂圈嘅份量有幾大就一清二楚。因為當時 TVB 特登為佢舉行大型生日派對，延開60席，約700位圈中人到場賀壽。更加誇張嘅係，當時多間傳媒都報道，第3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都要為咗避開佢4月14日嘅60大壽，於是特登提早一日，改喺4月13日星期六舉行，等一班圈中人唔使兩邊走。一個藝人過生日，竟然連香港電影圈最大型嘅頒獎禮都要遷就，所以可想而知，曾志偉當時喺圈入面嘅影響力係有幾咁大。之但係喺娛樂圈做到大哥，同真正進入管理層掌管一間電視台，始終係兩碼子嘅事。2021年1月，曾志偉重返 TVB 出任副總經理。同年9月再升任總經理，佢正式由台前藝人變成電視台管理層。但嗰陣時嘅 TVB 早已唔係當年一家獨大嘅電視台，因為觀眾已經大量分流去串流平台同社交媒體，歌手同藝人亦唔再一定要靠 TVB 先可以上位。曾志偉呢次回巢，表面上係大哥重返老家，但實際上其實佢係要面對一間被新時代追住打嘅老牌電視台。佢上任之後，先促成 TVB 同4大唱片公司破冰，之後再改革綜藝節目，重啟掌門人，並推出星夢傳奇同中年好聲音等節目。之但係位置坐得越高，要面對嘅麻煩亦都越多。因為之前我哋嘅影片都有講過 ，TVB 入面一直有一套山頭文化，簡單嚟講就係群雄割據、分黨分派，大家表面係同一間公司，實際就係各懷鬼胎。外界甚至有評論形容 TVB 某程度上已經變成曾志偉同曾麗珍呢對堂姐弟嘅地盤。到咗2026年1月，曾志偉喺訪談入面直認自己處理山頭文化嘅成績係0。佢形容電視台內部依然係你杯葛我，我又杯葛你，各個山頭之間嘅人事同利益關係盤根錯節，想要徹底剷除呢套文化實在太難啦。同月佢正式卸任總經理，結束5年任期，轉任諮詢委員會召集人。而呢個由龍虎武師爬上權力頂峰嘅人，最終都係被舊時代嘅權力遊戲纏住。而當一個人企到權力中心嘅時候，佢過去嗰啲曾經被當成係酒後笑話同江湖舊聞嘅事，亦都開始一件一件重新浮上水面。曾志偉最複雜嘅地方就係佢身上嗰套大哥文化。以前大家會覺得佢豪爽玩得，識照顧人，識搞氣氛，但同一套文化去到今日就會被人重新再問：所謂嘅講笑到底有冇越界？所謂嘅俾面到底會唔會變成無形嘅壓力？而佢身上最轟動嘅爭議就一定係藍潔瑛事件。藍潔瑛曾經係1980年代 TVB 當家花旦，有靚絕五台山之稱。佢一出道就做女主角，但係呢個曾經被捧到好高嘅女星，後半生就一直受精神同生活問題困擾。2013年，藍潔瑛接受雜誌訪問時，首度公開提及自己曾經被2位影壇大哥侵犯，但片段入面嘅人名就被消音。直到2018年1月，一段聲稱係完整版嘅訪問片段先喺網上流出。
網上流傳嘅版本就將矛頭指向已故藝人鄧光榮同曾志偉。按照流傳片段入面藍潔瑛嘅講法，事件發生喺新加坡，對方當時喺當地拍戲，並叫藍潔瑛過去探班。他們去拍戲，他叫我去探班，有機票去探班玩玩的。但到咗夜深，對方就用鎖匙打開佢嘅房門，之後對佢實施違法行為。但事後藍潔瑛冇報警，原因係因為對方喺娛樂圈有權有勢。所以藍潔瑛講嘅唔只係一個女藝人嘅遭遇，而係一種權力不對等。因為當一個女藝人面對有權有勢、有人脈嘅影壇大哥，佢到底仲有幾多反抗嘅空間呢？而呢個核心問題，先係呢件事多年嚟一直令人放唔低嘅原因。片段流出之後，曾志偉好快發出聲明，佢指出影片係經過剪輯，內容不實，要求停止轉發。去到2018年1月17號，佢喺九龍香格里拉酒店召開記者會，公開表示藍潔瑛對佢嘅指控完全係偽造，並強調尊重女性一直係佢嘅原則。嗱，針對之前喺網絡上流傳曾志偉藍潔瑛呢個報導，我可以同大家講係完全捏造嘅。佢哋雙方各執一詞，呢單嘢當年鬧得滿城風雨，人人都喺度食花生等睇後續發展。但最終藍潔瑛喺2018年離世，終年55歲。呢個謎團就隨住藍潔瑛嘅離世，可能永遠都唔會有答案。呢件事從法律層面嚟講，冇經過審訊，亦都冇任何官方定案。從公眾嘅記憶角度嚟講，呢件事已經變成曾志偉身上一個永遠撕唔甩嘅標籤。除咗藍潔瑛事件之外，曾志偉另一樣嘅爭議就係同佢玩得、飲得、癲得嘅形象有關。以前嘅娛樂節目好多時都中意用黃色笑話、身體接觸同藝人出醜嚟製造效果，而曾志偉正正係呢種主持風格嘅代表人物。佢的確識得炒熱氣氛，但當笑料建立喺另一個人嘅尷尬上面，甚至係對人哋喐手喐腳，咁所謂嘅玩得起，又係咪代表真係乜都可以做呢？喺2000年，曾志偉被指喺梅艷芳生日會上面醉酒後爆粗辱罵英皇老闆楊受成，事後要由成龍出面做和事佬。幾個月之後，曾志偉喺酒吧遇襲受傷，頭部縫咗29針，而外界就將呢兩件事聯想埋一齊。呢件事亦都成為當年娛樂圈轟動嘅新聞之一。去到2008年，佢參與歡樂滿東華籌款活動嘅時候，被指酒後當眾扯女藝人邱海敏嘅上衣，然後再扯甩佢條褲，搞到邱海敏只能夠一邊休褲一邊避開佢，場面極度尷尬，最後要由工作人員上前解圍。去到近年，曾志偉嗰套俾面朋友幫手撐場嘅做法，亦都繼續為佢惹來爭議，因為喺2023年11月，一條名人祝壽片段喺網上瘋傳，片中嘅曾志偉為緬北電詐家族人物白應倉送上生日祝福。後來呢件事經過媒體瘋狂報道之後，佢就解釋話自己只係應內地朋友嘅要求拍片去祝賀對方。到咗2024年，佢又為香港美城月餅帶貨，點知產品其後被發現生產地喺廣東，香港亦都冇門市，令人質疑佢係咪借住香港個名去包裝內地嘅產品。加上曾志偉多年嚟一直為香港老字號奇華月餅拍廣告，所以呢次嘅直播帶貨就惹人非議。呢兩件事表面上冇乜關係，但背後反映嘅其實都係同一個問題。因為對曾志偉嚟講，可能只係應朋友開聲順手幫個忙，但對公眾人物嚟講，佢自己本身就已經係一個商標，所以唔係話一句俾面朋友就可以完全撇清關係。以前嘅娛樂圈最講人情同面子，朋友有事要出嚟撐場，喺飯局上面又要識得做人，而曾志偉就係靠住呢套江湖規矩慢慢建立人脈，最後成為娛樂圈最有話事權嘅人物之一。但今時唔同往日，觀眾唔再只係睇你識唔識做人，而係會追問你有冇底線，係咪願意為自己做過嘅事負責。曾志偉最諷刺嘅地方就係佢靠住呢套大哥文化走到權力核心，而去到晚年佢亦被同一套文化反噬翻自己。回顧呢個故事，曾志偉由龍虎武師嘅女替身，靠住才華膽識同一張越積越大嘅人情網，一路爬到娛樂圈嘅權力核心。佢拍過破票房紀錄嘅電影，攞過影帝，亦主持過陪住幾代香港人成長嘅綜藝節目。呢啲成績冇人可以抹殺，但呢套令佢成功嘅大哥文化，亦都為佢帶嚟無數爭議。尤其係佢對女性界線同權力嘅態度，至今仍然備受質疑。曾志偉既係香港娛樂圈黃金年代嘅功臣，亦都係舊式大哥文化最具代表性嘅人物。佢有幾多成就，自然就有幾多爭議。至於觀眾最後點樣評價佢，就留翻俾大家自己判斷。大家對呢個故事有啲咩想表達或者想評論嘅，歡迎喺留言區表達你嘅意見。如果大家中意呢個頻道，請你俾個 like 我，同埋記得訂閱 Set 檔案嘅頻道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